如果你對音質有追求，咁你一定會愛上 Bose 音響或者 Burmester 音響。你知道保時捷普通標配音響同埋 Bose 音響嘅最大區別喺邊度嗎？ Bose 音響嘅聲音有3大特點：靜、厚、純。噪音控制及音頻隔離非常出色，高中低音都有清晰嘅表現力，音質豐富順厚，低音有力。而且呢套音響有個特色嘅亮點配置，虛擬環繞聲技術，可以將立體聲轉為環繞聲。Bose 嘅獨特算法，隨時為你營造真實自然嘅音樂現場。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提供保時捷全系售後服務，維修保養、改裝升級、噴漆翻新、內飾翻新等等，係港珠澳大灣區專業保時捷專修團隊。目前新店正喺度籌備中，3萬尺嘅保時捷文化空間一站式售後服務中心，提供全方位多功能服務體驗。言歸正傳，有咗呢套 Bose 環繞音響系統之後，出行路上放上自己中意嘅歌單，終於可以好好享受屬於自己嘅自駕時光，放鬆身心，享受生活。最後附上根據唔同音樂流派進行唔同嘅參數調節教程，有用嘅話記得保存啦。